我嚟咗呢度差不多10年，之前中過風，有一邊身癱瘓，出咗院之後，社工安排我嚟呢度繼續治療。我哋中心嘅長輩大部分都係中風同認知障礙症患者，我哋作為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嘅角色非常重要，例如係支援中風後輪候緊安老院舍嘅長輩，透過復康訓練令佢哋建立返基本自理能力。我喺醫院嗰陣對手都冇力，出院之後每日喺中心都有訓練。而家基本上都可以自己食飯同着衫。阿嫲之前成日行山游水，不過佢有咗認知障礙症之後就唔可以四圍去。中心呢個系統除咗鼓勵阿嫲做多啲活動之外，仲有模擬環境嘅遊戲，俾佢重拾翻以前嘅嗜好，仲有人陪佢多社交。翻到屋企，我留意到佢精神咗，開心咗。以前阿嫲每日送我翻學，依家到我去中心接阿嫲放學。除咗個別訓練之外，我哋物理治療師亦都會同社工一齊使用一個下肢靈活性互動地面訓練系統，進行一個小組活動。長者利用四肢、眼同腦嘅協調，透過遊戲中視覺上嘅即時回應，訓練佢哋嘅反應同認知能力。我哋亦會按照個別情況調整訓練，例如綁沙包喺隻腳度，加強下肢肌力訓練。以前啲長輩咧好被動同怕醜，咁就唔係太中意做小組活動嘅。但係而家佢哋咧會自己組隊比賽啦，估唔到咧呢個系統嘅趣味性咧都可以加強到佢哋嘅人際關係。開始嗰時候咧，我媽媽好抗拒嚟中心嘅，到依家佢成日都話要中心同班老友記玩喎。咁可想而知啦，佢喺中心係幾開心嘅。我就趁住佢日頭去咗中心咧，我自己就屋企咧就做下家務或者係休息嘅，就係咁樣樣咧減輕咗我哋照顧者好多嘅壓力。智能復康訓練球係通過唔同個手部動作，例如推攆膊頭轉個波嚟玩遊戲。長輩亦要思考點樣去控制擊中目標，或者預測啲時間嚟攆，以免被擊落。仲可以同時訓練長輩嘅認知同身體能力。我哋仲會加手板去加強訓練添。好，0+43等於幾多？43。好。玩同埋探索係所有年齡層嘅本能嚟嘅，所以我哋將認知訓練融合去樂齡科技嘅遊戲入邊。我哋會根據長輩嘅認知能力，譬如話佢喺 MoCA 評估入邊可以專注嘅項目數量，而去調整感應器嘅數量嘅，咁從而就訓練翻長輩嘅專注力。咁我哋都會加入一啲自家設計嘅元素，譬如話為個長輩加入一啲嘅肌肉貼布，去增加肌肉張力，加強肌肉嘅訓練之餘，可以同時練埋上肢嘅活動幅度，同埋練習一啲前傾嘅動作等等。咁另外啦，認知障礙症長輩會成日因為唔識表達，好容易發脾氣啊，有啲拍台啊、大叫等等嘅問題行為。呢個系統仲可以將復康訓練一啲打地鼠嘅動作等等，成功將一啲嘅行為問題變咗做有意義嘅活動。咁個長輩玩得開心之餘，其實情緒都係穩定咗嘅。我最中意係打地鼠啦，每次都想打破自己之前嘅記錄喎，又可以同其他老友記一齊玩，好開心㗎。醫生話我精靈同健康咗，全靠中心照顧我先，唔使住老人院。可以繼續住喺屋企啊！我哋中心每日開10個鐘，會同時照顧超過70位長輩，佢哋平均嘅年齡咧都有85歲，有超過60%咧都係有認知障礙症嘅。透過結合樂齡科技同埋認知障礙症專區，我哋一班同事咧就可以設計個人化嘅訓練，更加有效咁照顧長輩嘅身心健康，同時提升我哋嘅工作效率。我最開心係長輩喺度接受樂齡科技訓練之後唔需要再輪候安老院舍嘅宿位，將資源留俾其他有需要嘅人。同時，我亦都好多謝香港都會大學舉辦呢個樂齡科技比賽，肯定我哋將樂齡科技應用喺日間護理中心嘅方向係冇錯嘅。